居民想保留市集痕跡呢？你行過嘅時候，你覺得好靚，大排檔，你覺得嘢好食，小販可以留低，店鋪就要遷拆，有原因。咁所以鋪頭咧就喺即係需要拆樓嘅時候咧就要走㗎啦。亞洲政策組港人不能治港，星期一晚7點半，本港台。夫親，係你阿娘叫我跟住嚟保護你㗎。你跟住我先至危險啊！心中女神偏偏中意另類化身，但係喺方親眼裏面，就只有嗰個花面大英雄。我就係知我中意你。佢同我根本就係兩個世界嘅人。以為好威水，原來俾人玩到飛起。方丈一定同寶藏線索有關。阿爹，方天佑，呢次你唔使旨意走得甩啦。咩事啊？做咩啊？咁易鬧嘅？詠春傳奇，星期一晚9點，本港台。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估計今期頭獎基金可以高達3100萬。大家睇緊嘅係 ATV 今日11月2號星期六，咁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1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首先睇睇投注總額啦。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4977萬，咁由於連續3期嘅頭獎都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2513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咁佢哋分別就係吳朱連芬 B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新手助人協會總幹事陸寶珠女士，歡迎晒兩位。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就係受惠機構啦。新手助人協會服務香港嘅長者已經超過30年啦。佢哋以服務長者對住宿、護理、復康等等為目標，咁設有3間護老院、3間老人之家，同埋喺國內嘅香港賽馬會新手助人肇慶護老頤養院。咁去年呢，喺西貢落成嘅北上華神父護老頤養院，與毗鄰嘅老人度假中心同埋日間護理中心結合而成嘅樟木頭綜合服務園。咁設有呢，就係一站式嘅服務，同埋積極實踐持續照顧嘅理念。咁協會呢係極需要社會嘅人士熱心支持同埋協助嘅。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詢，請你瀏覽以下呢個網頁，或者歡迎你致電25224494。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8。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8號，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8。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9。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4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4。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9。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1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1。
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6號 and the extra draw number is 36。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8號、18號、19號、29號、31號、34號，而特別號碼係36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以下呢個網頁㗎。如果中獎11注公佈獎金係超過500萬嘅，請你立即致電1817係馬會登記，而登記時間直至聽日下晝5點鐘。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啦。咁佢哋分別就係有吳珠蓮芬 BBS 太平紳士，咁同埋咧就係陸寶珠女士，唔該晒兩位。至於下一期六合彩大獎珠將會喺11月5號星期二晚上9點半鐘舉行。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星期二六合彩約定你啦，拜拜。跟住落嚟係高智深微博。一時之氣大爆真心話，今次出事啦！我係咪前世欠咗你㗎？我呢世係咪仲未還夠啊？你後悔同我哋全節結婚啊？係咪啊？我後悔，我後悔，我後悔啊！小學雞大鬥法正式上演。我而家係佢哋全家嘅公敵啊！佢阿媽洗衫嗰陣，居然將我啲衫抽起掟埋一邊唔洗喎！你嗰個老婆啊，係要咁樣治佢㗎。你睇下，佢而家咪要自己洗自己嘅衫。婆婆來了，星期一晚8點半，本港台。以下節目有少量片段可能引起觀眾情緒不安，敬請家長留意。